都是沙沙嘅河坝带，你都看得到怪树无限嘅经验。路旁像看得到2-3条街位，顺巷嘅滩呢也都是涌成大海。點解也是專門庇護，也是88歲在高校3整夜的寶來溫泉區，做經驗看唔到頭擺按當夜的光景。根據統計，第88歲在度，寶來地區就有3間溫泉飯店本太歲打鐵，生意結半廢，無數數人入閘，也無溫泉好用。寶來溫泉區現在目前是以靠河岸的有幾家有受損啦，那其餘的大部分也是還是 OK 的啦。啊，至於就是說我們現在在用這個管路，這個溫泉頭那邊那個也是泥沙、淤沙把它堆積起來，啊，管路沖壞啦。綠桂鄉無論係有名嘅寶來溫泉區、天基森拿娛樂區、寶來溫泉。爬山有名嘅羅龍海也掉，但是本太歲大多當入錯，規則六桂觀光產業忙到達達。整個這個高雄縣的鄉鎮來講，以財損應該是六桂鄉財損是最嚴重的。六桂鄉的財損，因為整個六桂是一個觀光重鎮嘛，啊，所以說六桂鄉這邊的財損，你看光是新寶來，依他們公司的統計出來說，差不多有6億多的損失。光是一個新寶來就有6億多了，那其他就不用再講了。那我們泡湯區的部分是在這邊，然後我們現在因為災後的部分，我們現在溫泉管線是有一些受損，那我們現在就是採用高山礦泉的部分下去做加熱，這樣子，對。4月初，寶來溫泉區開始有業者恢復營業嘅，就算係勉強來做，至少為在區帶來新的希望。所以說我也是慢慢的，現在在和這些業者溝通嘛。那暫時你說營運是可能以目前來講是也不會賺錢啊。那當然你越不開放營運，那客人認為這邊都沒有營業，也不會進來嘛。有人喺對牙檢打條車，不過溫泉水頭唔定那樣時會漲好，業者少起少，也耐見唔好。這些河川呢，寶來溪這個溫泉路頭的這個地方呢，幾乎都是在原住民保留地。好，那原住民保留地呢，可能原住民委員會呢，他們有一些要求，行政上的要求。好，比方說，是不是需要當地的土地審查委員會，好，像桃園鄉公所，好，他們的一個行政作業呢，才能夠去動到這一筆土地。土地牽涉到其他單位，故所好一點，甚至寶來海都係應該每年來管，斷到嘅泥沙應該每年來變，都一下都很清楚。因為這個寶來溪呢，以前是定位為野溪，它還不是中央管河川，那現在我們在釐清說，到底是中央的水利署負責，還是農政單位農委會來負責？因為以往我們知道，就是說要清除這些溪。那個淹沒的這些土石呢，是要跟中央主管機關呢做一個申請。就算係中央管河壩嘅羅龍海，也因為牽涉到水利署、水務局，甚至係林務局一條，牽接唔清唔楚。喺講討論到復興議題，當只本人證言，政府單位成效冇出現，相互推來推去。很多的學者，很多的縣市都做這樣的主張，就要成立一個統合的，能夠事權統一的一個環境管理局，類似這樣環境管理局。不要說一條河，然後分了好幾個單位在管，那個界限就會分不清楚。也不能說單一編制就可以完全解決事情啦。其實如果不是一個單一編制的話，溝通是最重要的啦。我認為，我們政府是確實是。這個橫向的溝通確實是比較少了一點，建立溝通的體制反而是比單一的這個管理機關還重要。檢討規則雖然重要，不過總講較慢，將啲桂鄉嘅觀光產業受到傷害，也涉及到個別嘅鄉鎮也受到動態衝擊。這次風災之後，那個高雄縣的很著名的景點六龜寶來、南橫、藤枝、善平，
纳马夏乡、茂林，全部都没有了。那所以说，旗山美浓、甲仙、内门这些乡镇呢，失去了中继点的一个地位。以我们的观察了大概至少是一半以上，甚至游客量只到平常的3成，就这么惨淡我们可以说用惨淡这2个字来形容此站的唔單止係觀光旅遊相關的業者，因為綠規劃，但係居民都係以涉觀光產業來落實，故所觀光無嘅，加到一檔車無嘅條路。像這個雲泉區要入來這買來這消費的，根本真攏無人。這個少年有佇雲泉區遐咧鬥三工的，佇遐咧上班的呢，這段時間攏無工課。你無人客入來，就是絕對無工課的。補洞都這樣補，開始頂這給頂起來。對。40人說侯春國係福卡都嘅經濟來源，其實係寶來揾錢嘅緣故。不過3年以來無條路好走，800年國也是有無按到，故所結果部長來報名參加，來飛業擴大創業職訓，來開始7禮拜日辦木工訓練。兩實的1萬元生活津貼。因為因遐綠規有個溫泉區啊，本來溫泉區啊，我本身喺啲個上班，啲個上班差唔多半年咧。禮拜就因為莫拉克颱風嘅關係，個做太水咩，做太水路風專門路浪大塊提起，要3遍一批當到年，所以咧因遐都無條路好走啊。出來參加了資訊。受創傷的這社區真濟嘛是愛用到這項的物件，就像這個混凝土的，咱的土水的，就像油漆的這個部分呢，這嘛真重要。不過，職訓總講係一時的，下一擺重建，咁正佢會用到其他的採地臨時工廈，無人敢保證。對佢哋來講，未來長春島渺茫。聲音喊安西也有。土國社會伊個土國中就想講你喺風災安泰嘅話，生活唔對，漢白嘅生活唔對，喺哪位來你無條路走嘅話，因即家農田裏頭，當年嘅農田要本水打提起嘅漢漢都變攏點頭了，啉酒身體攏打敗仗嘅囡無做乜嘅。像侯春國有無條路嘅業唔係少數，像寶來天氣39屆溫泉業嘅相關工作人員。至少漸漸嘅前3年，故所開始有人少，下一擺可能會出現行客道嘅沙費問題。當然，一個在去嘅問題呢，我3年過後，一個心理反應也會出來。而心理反應會出來一個憂鬱症嘅問題，也係講以為煩惱講下一擺嘅職業問題，按樣我嚟處理；下一擺嘅生意呢，按樣我嚟學，也係老人家按樣我嚟去學嘅老人家問題。當然就感受到一個經濟問題嘅嘛，所以慢慢的也去憂鬱症的情形，慢慢的就會普遍出來。係樣嘅心理問題，下一擺也可能出現啲其他嘅農民生活，因為綠規劃山島田少，農民要但是係選擇老農喺順嘅代替來耕種，800太水一頭一條鐵打槍槍。一地波也笨蛋啦師傅種水果行行都相同，一定全部一片良田。而家狀呢，變水準本800歲在從迄過後呢，到現下為止都還冇水來。那你按樣來建裝咯，就我哋再開墾福建也冇法度。綠規劃嘅新肥、新葉、新葉也上到狀態，總共500人公頃嘅田度。只有幾百公頃輸出。綠規出產當有名嘅木瓜、蜜棗、番酸一條農鐵山，順勢一檔入倉。現下一條農田所看到嘅，但是係沙沙嘅流水大潮。沙沙嘅樣咩啊？呀，沙沙嘅泥土嚟，再去買要違法，本門也整體也做唔得，仲係要過起來呀，天係過起來呀，唔準好嘅要無奈。我哋買奶又很貴，也無奈好買，咪上腦筋啦。也都欠到我哋福建無奈，
无安尼无奈好讲，拢全沙沙的，没有花过多钱啊，比较到一分钱麻花几10万啊，所以讲，跟农民的困苦都没钱，又没田好干。农田流失的话是每公顷补助10万，那么如果是研磨的是补助5万，那如果是在一般的农田上面我们这个漂农会去清除。那如果是土石的部分，就是由农民自己来清除。世界以表态，公部门做的作为，抢有一些些的补助。不过，就算一条田地恢复嘅，农民也唔敢复减，受过一摆嘅投资又会冇抢抢。因为永久性的地方冇做，我哋为了避免讲诶，今日我哋投资阿姨个再一次的安尼再回过来，因为我哋没有深度的冇过笃定的安尼想法，所以唔敢下去做啦。咱希望咱政府加个来整治来弄海啦。但是我也不去刻意的保护这一些河川工地，因为这一些河川工地是要给这个多余的水，我们洪水来行走的，所以我不会刻意去保护。看起来本地爱以为富安失实，一被公部门三无天才爱争。原来绿桂乡的田地，但是都是河坝公地，将行为也算不出。唔过有3股客家都是河坝公地，白白水在造成安泰的损害，本水利单位要重新思考吃水方向。比如说走狗溪以上到宝来2号桥，不再是用2条平行的堤防线来布置，不是，它是以公私有地，我们尽量保留私有地那工地就完全是给河川来，等于说它通水的一个断面。原本就已经有选水区的，唔因为讲来摆载回安泰，就会把它全部把它弄成新水区，来变成讲你是一个比如讲消极的做法，我们积极的去整治它、管理它，本来罗北乡它可以在这个地方安居乐业。新做的博要做啲公私有地的结合，一做起讲，喺呢擺大部分的河坝公地都冇博好保護，因樣農民天作嘅反彈。不過亦凸顯出台灣河壩管理嘅結構，即河壩管理辦法，河壩公地做唔得起喎，一搶做得做冇超過50公分的斷光作物。不過見下羅農海水，呢都係經濟價值較高嘅木瓜、蜜棗一條長光作物。大家有一道嘅溫室研究一條，一條做嚟講都係河壩處理些唔清楚，公部門執法冇出現嘅效果。高屏溪流域的5年執行計劃，好像第4年我們要執行這個荖濃溪的高經作物的鏟除，那勢必我們會鏟除，最後我們還是會鏟除，但是我們不願意走到這一點啦。強制產業當初係喺呢擺天才做嘅，不過此水唔係簡單嘅法理問題，係牽涉到社會產業結構，一樣嘅同農民聽說，遷出新嘅生活來路係情有可原。不過農業主管機關實係喺當批套。那如果是在復耕的這個中間這個部分，我們可以協助農民來做轉作，然後我們來訓練，或是有什麼樣比較合適高川地的農作物來協助他們來做轉作。啲老農喺水條波來天氣，也有安樣嘅前期。睇埋集嘅新波來30色，做啲老農喺老波來喺夾條嘅河壩殼，泥濕一睇嚟兩針料。對於有啲位揾錢入閘，係未佔用嘅行水區，做件不然正義嘅。不過啲咩清楚切，再開實件抽身嘅。今年我們針對六龜的溫泉業者你有侵占到河川區域裡面的，其實我們都移送法辦了。其實好像只有2家到3家，那他們的設施不是很，就是都是簡易設施，所以其實他們也警覺到這個自然力的可怕了。我們當然希望說占用新水區的這個部分呢，從國土保育的角度，真的他們應該要還地於河了哈。那但是目前現在這個法令，政府必須要很誠意的來解套，就是說他們當初為什麼占地，他其實搞不好他們也不知道，說從嘗試的當中，河川的治理線就是劃在別的地方，他們還沒有到他們這邊。唔單止係佔用行水區，
甚至係佔用連板貼，然潮慳利用一條都適合綠季溫泉期嘅爭議。按當年來，雖然高雄縣政府10萬嘅普托秋天合法，不過限制開發，實係無奈何天出愛討論嘅議題。我們現在在推的這個39家溫泉區合法化的這個輔導的這個專案計劃裡面呢，未來我們還是會依照這個重建綱領，它給我們的原則啊，那我們也希望中央給我們一些指導啊，包括這個地方的一個土地適宜性分析，到底適不適合在從事這麼大規模的一個量體的開發。在整個觀光來說，我們不希望它再擴大，但是不是禁止的，因為在這裡生活的人，他已經在這邊那麼熟悉了。在安全的情況之下，給予他們，但是也要注意到環境永續的這個角度來給予他輔導。八八風災唔但將打發嘅地圖，也打出長期累積下來嘅問題。無論係地圖嘅唔適當開發，管理鉗接唔清唔楚，甚至係公部門嘅海態唔出現，資金抬來抬去也掉，係個唔正經面對一定問題。下一版係就一閒係繼續無停嘅重建，一敗又一敗。